各位，根據好多可靠嘅國際媒體同埋中國嘅官方報導，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喺2026年2月14日已經喺非洲嘅聯盟第39次嘅峰會之中，發出咗賀信，亦都明確宣布由2026年嘅5月1日開始，中國對與中國建交嘅53個非洲國家實施零關稅待遇，包括所有有關稅嘅稅目產品。呢個政策咧係對先前33個不發達嘅非洲國家零關稅政策嘅進一步全面擴大，目的就係為咗非洲發展創造更加好嘅新機遇。外長王毅咧亦都公開強化呢個立場嘅，明確表示中國正在完全取消關稅嚟到促進貿易，倍增人民福祉，亦都希望非洲把握中國市場一個巨大機遇。非洲54個國家之中，只有一個係被排除嘅，呢個就係 Eswatini， 因為就佢係仍然維持同台灣嘅外交關係，呢一點亦都反映出中國對台海政策一貫嘅原則。喺貿易數據方面2025年嘅貿易總額就去到2480億美元嘅，就比起2024年已經增加咗17.7個百分比㗎啦。其中中國對非洲嘅出口就2250億美元，增長最快去到25.8%。咁而非洲嘅進口亦都有增長，不過就細好多啦，5.4%，佔係1230億美元嘅。貿易係有啲唔平衡，但係就出口將會會繼續中國嘅出口會繼續係會佔多嘅，但係慢慢當非洲開始慢慢蓬勃起上嚟嘅時咁佢哋嘅出口產品喺中國會更加受到歡迎嘅。從市場嘅規模嚟講，中國14億嘅消費者對應非洲嘅14億人口，呢個可以話係地球上最大嘅貿易集團啦，亦都係全球貿易格局之中非常有影響力嘅新動向。跟住我同大家就睇一睇呢個政策對非洲國家中國嘅雙邊益處，同埋探討一下全球地緣政治深遠嘅變化。一樣啦，攞數據攞事實求客觀。好啦，對非洲國家應處就係出口提振啦，產業升級同埋經濟主權係強化嘅。呢個零關稅政策對非洲嚟講係歷史性嘅市場准入機會。中國作為全球最大嘅進口市場之一啦，2025年總額係2.5萬億美元嘅。一旦零關稅全部實施非洲產品將會無稅進入，出口成本大幅降低，估計可以刺激出口增長20%以上嘅，咁直追中國對佢哋嘅出口啦。根據非洲開發銀行估計，如果非洲能夠充分利用呢個機會嘅話，2026至2030年期對華嘅出口或者會增加去到150至200億美元嘅，增加多150至200億美元。相當於對非洲嘅國民生產總值有0.5至1% 嘅提升嘅。具體嚟講，非洲出口主要就係暫時嚟講就係初級產品，石油就係由來自安哥拉、內及利亞就比較多，鈷咁係剛果民主共和國就佔全球供應嘅70%以上，銅就有上比亞同埋剛果，鐵礦、黃金同埋農業產品亦都會有更加多嘅競爭力㗎啦。2025年非洲對中國出口嘅原油同礦產已經達到800億美元㗎啦。零關稅之後加工產品，好似精煉銅鈷酸鋰呢啲咁嘅前驅體出口成本會下降15%至30%，鼓勵非洲從資源出口國轉向加工出口國嘅。南非、肯亞、埃及呢啲
比較工業化嘅國家會首先受惠。佢嘅輕工業製品，好似紡織品、農產品加工嘅嘢，亦都可以直接係喺中國市場競爭㗎啦。喺就業同埋產業嘅連鎖效應之中咧，中國商業部嘅數據表示過去10年啦，中國喺非洲嘅直接投資已經係超過咗3000億美元㗎啦，包括基礎建設、鐵路啦、港口啦、電網啦同埋製造業。如果結合咗呢個零關稅嘅話咧，非洲可能吸引更加多嘅中國企業去非洲建廠，形成非洲製造、零關稅出口中國嘅模式。伊索比亞呢啲有華為嘅工業園，奈及利亞有中國汽車組裝線，呢個就係先例啦。預計新政策之下會增加50至100萬個就業崗位。特別喺製造、物流同埋農業加工方面，非洲大陸嘅自由貿易區同呢個政策係互補，可以促進區域供應鏈嘅整合。例如東非共同市場國家可以聯合出口咖啡去中國，規模經濟效益會更加放大。另外政策都強化咗非洲嘅經濟自主同埋談判籌碼。長期以嚟西方國家對於非洲提供優惠，但係係成日都附帶政治條件嘅。中國呢一次純粹就係一個經濟導向，冇政治附加嘅，符合南南合作嘅精神。非洲聯盟主席團已經公開讚揚呢個政策係為非洲發展嘅新引擎肯亞、奈及利亞呢啲國家領導人就藉此推動本土嘅工業化，避免呢個資源詛咒。數據亦都支持嘅。2025年非洲對華出口之中，加工品嘅比重已經由2015年嘅15%去升到28%㗎啦。零關稅預計會將呢個計加速去到40%以上嘅。當然啦，非洲仍然係需要係提升一啲基礎建設、物流效率同埋產品標準，否則可能仍然會變成以原料出口為主啦。部分嘅分析指出如果加工能力係唔足嘅話益處或者會集中喺一啲少數嘅資源富有國家，好似剛果、尚比亞呢啲地方，拉大咗非洲內部嘅差異。但係整體嚟講呢個政策就為非洲提供咗前所未有嘅市場加埋投資嘅雙輪驅動助力2030年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嘅目標實現。對中國嚟講呢個政策亦都係戰略性嘅，讓利換資源同埋影響力嘅一個典範。中國經濟已經由高速增長轉向係高質量發展啦。關鍵礦產同埋能源依靠外部供應。非洲擁有全球30%嘅鈷礦、20%嘅銅礦、48%嘅酸磷鹽同埋豐富嘅石油、稀土。2025年中國喺非洲進口嘅礦產同埋能源已經佔比係達到35%㗎啦。零關稅將會進一步係降低進口成本。平均關稅本來5至10%嘅，預計每年節省10至15億美元原材料嘅成本，直接支撐住中國新能源汽車、電池、電子產品。比亞迪、寧德時代呢啲企業已經喺非洲開始佈局礦山同埋加工廠。呢個政策將會加速供應鏈本地化，降低對澳洲、印尼呢啲傳統供應國嘅依賴。外交同埋地緣政治層面益處更加深遠啦。中國已經連續15年係為非洲最大嘅貿易夥伴同埋投資來源國。一帶一路嘅倡議之下累計喺非洲已經建成超過1萬公里嘅鐵路、6000公里嘅公路同埋好多港口。零關稅政策會繼續強化命運共同體嘅理念。53個國家將會更加緊密依靠中國市場，轉化成為政治支持。喺聯合國 G20
金磚國家呢啲平台上面，非洲國家對中國嘅立場嘅支持高達咧係90%以上㗎。史亞蒂尼因為係同台灣繼續有邦交，所以咧就被排除在外，成為一個非常突顯嘅一中原則嘅外交成果，直接施壓其他國家。人民幣國際化亦都獲得助力。中國同非洲貿易之中，人民幣結算比例已經從2020年嘅5% 升到2025年嘅25%，由5年升咗20%。零關稅之下咧，更加鼓勵使用人民幣支付，更加加速呢個 CIPS 即係跨境支付系統嘅喺非洲嘅擴張，降低咗美元霸權嘅影響。2025年金磚國家擴容之後，非洲有好多國家加入或者正在申請之中，呢個政策都會強化咗去美元嘅趨勢嘅。經濟讓利成本係可控嘅，中國大約係讓利咗14億美元嘅關稅收入，但係咧呢個14億美元咧只係佔中國2025年財政收入嘅0.03個百分點，遠低於戰略收益啊！中國出口去到非洲嘅商品、機械電子汽車呢啲，2025年係達到2250億美元。非洲市場成為中國個性產能嘅重要出口，其實唔係個性啦，中國啲產品係非常之有性價比嘅，尤其是電動車、太陽能產品等等。政策係聚焦進口，但係透過互惠係帶動雙向嘅投資，中國企業更加順利進入非洲嘅基礎建設同埋製造領域，形成一個閉環。從地緣政治上面，亦都係加速向多極世界係成形嘅，將西方嘅影響力係相對下降。呢個政策標誌住全球地緣政治從一極就轉向多極嘅關鍵一步。冷戰之後，西方長期主導嘅非洲事務，包括有透過援助、債務、軍事存在等等，長期一路影響緊非洲嘅。但中國模式基建、貿易不干涉內政，已經獲得非洲廣泛嘅認同㗎啦。零關稅政策正係當特朗普喺度搞緊關稅戰之時形成一個鮮明嘅對比。西方要脫歐，中國要擁抱。呢個分析顯示到2025年歐美對非洲嘅投資增速只係得3%啫，中國就去到18%。非洲對中國依賴度從2015年嘅20%升到35個百分比。地緣經濟重塑，中國非洲嘅貿易區塊將會成為全球最大嘅南南貿易圈，規模遠超美國同非洲或者歐洲同非洲嘅。非洲14億人，中國14億人嘅市場，合計28億個消費者，涵蓋全球40%嘅人口。如果喺呢邊可以全面推行嘅話非洲內部嘅貿易將會翻倍嘅。結合對華嘅零關稅，可以獨立於西方供應鏈嘅亞非供應鏈關鍵產品控制權轉移。中國透過投資同埋貿易已經掌握咗非洲嘅鈷銅嘅供應嘅60%以上，確保雙碳目標之下嘅新能源安全，削弱西方喺全世界綠色轉型嘅話語權。對西方嚟講，呢個係一個嚴重嘅挑戰歐盟全球門戶計劃，美國嘅繁榮非洲倡議係面臨一個真正嘅競爭。非洲國家喺中美博弈之中更加傾向於平衡外交，既要西方嘅技術，又要中國嘅市場。法國、英國喺非洲傳統影響力正在被稀釋。2025年，法國喺非軍事基地已經喺非洲嘅軍事基地已經減少咗30%嘅啦。長期嚟講，呢個政策係加速全球南方嘅崛起。喺金磚家嘅
國家嘅框架之下咧，非洲嘅聲音變得更加有力。聯合國安理會改革呼聲之中，更加獲得中國嘅支持。風險同埋平衡，咁啊，我哋要任何嘢都有風險嘅啦，有利梗係有弊噶啦。但係呢個弊咧就完全可以可控嘅。非洲需要警惕就係個債務嘅可持續性啊。咁啊，多數係基礎建設，個還債率咧亦都咧係相當寬裕嘅。中國啊需要確保呢個供應鏈穩定，所以咧就會避免啦製造任何地緣上面嘅衝突，導致咧非洲會更加穩定和平。中國對53個非洲國家零關稅嘅政策喺2026年5月1日將會實施，將成為21個世紀全球貿易史上面嘅里程碑。對於非洲，佢提供咗市場准入同埋工業化嘅契機；對中國嚟講，保障咗資源安全同埋外交影響力；對世界，佢正在加速緊一個多極化嘅進程，證明南南合作可以超越傳統地緣博弈。證據都顯示啦，未來5年中國同非洲貿易啦係有望突破5000億美元嘅。非洲嘅個人生產總值可以提升1至2個百分點，全球供應鏈啦會變得更加有韌性。呢個並非零和遊戲，而係你中有我中有你嘅命運共同體嘅實踐。非洲國家需要把握好呢個機遇，加強能力嘅建設。中國將會繼續擴大啦開放，國際社會應該咧關注啦對於可持續發展嘅貢獻。展望未來，呢個唔係淨係貿易協議，更係重塑全球秩序嘅戰略佈局，值得持續追蹤同埋繼續研究嘅。好啦，多謝大家。